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3，诗篇119篇1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，求你予我无偏离你的诫命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无偏离你的诫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所行公义，所做公平，以爱阮行好的信是上帝，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阮的脚步就拢袂打脱。主啊，阮的嘴要讲智慧，阮的舌要谈论公平。主啊，阮要听候你的声，阮要尊叹你的话，因为照你的话遵行的人，你要予因承接恩典。主啊，人人追求名声、财富、地位，阮也常常是安尼，总是阮要知一切拢无法度甲你相比。主啊，阮要专心找求你，求你予阮无偏离你的诫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